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蘇坤哥哥講下話。今日呢民族來到龍潭嘅一個三行嘅路街，我來參與嘅傳統嘅客家美食，叫做牛溫水，當好食咯。嚟呢個啦 ，Hello， 條家友你好，哇，今日要來參加傳統美食牛溫水，我超愛的。這個是燒燙燙的耶，還要加花生這個，有嘛加很多嘛？哎。 很香哦，太棒了，楼亚哥，这就是我们最传统的牛温水哦。我们先吃给大家看一下，很补哦。還是叫嘛青色啦。挑战的呀！我们今天呢有一个任务要教观众朋友讲客家话，你听吗？你是讲4县的对不对？係是嘅咧。先来教大家点心的客家话，都點心。冇唔錯。 點心，剛剛呢老亞嘅牛溫水底度啊，加了這個花生嘛，花生的客家話就是飯頭，所以呢，我們要教觀眾朋友挑戰一整句的客家話，叫做牛溫水是受歡迎的客家點心，牛溫水係受歡迎嘅客家點心，牛溫水係受歡迎嘅客家點心。牛溫水買牛溫水嘅調羹肉呢，係受歡迎嘅調羹肉，好好吃哦！等下寒天是少誒，冬天喝熱的，夏天喝冰的，可以做剉冰。對 ，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們，如果你是第一次在節目裡面認識牛溫水這個客家點心的話，哎呀，你下一次一去到客家莊，一定要好好品嘗一下，因為它真經懂後生嘍。當然了，我們認識了許多新的詞，來複習一遍吧。來看到第一個詞就是點心，點心，點心。第二個呢就是花生，飯頭，飯頭。第三個，我們來學這句話，來看到就是牛溫水是受歡迎的客家點心，牛溫水係受歡迎嘅客家點心，牛溫水係受歡迎嘅客家點心。至於為什麼叫做牛溫水這3個字呢？觀眾朋友，你也可以上網找找看，你可以得到新的客家知識哦。好，我們下次見了，拜拜。